认识？不认识，是不是找你的？这样，有人盯着我们。 什么？走吧。你认识他吗？好像是把我扔到金牛坝湖里的人。 他们为什么帮小姨？他们是陆根农的人。还是先去找小英吧。去周村。不行，好像是我爸被害的唯一线索，我要找到他。肯定是刚才那帮人干的。小莫，这帮人一定是有备而来，我们现在立刻得走。走。为什么呀？陶总不要了，车也不要了吗？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自己看。赶紧走吧，走不了了。 给我锁！给我锁！后面！后面什么人啊？一帮人撞了我们的车，还要抢我们的东西。那赶紧报警啊！算了，惹不起躲得起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跟上来的？因为他们要找陶尊。陶尊不是丢了吗？有我在，陶尊怎么会丢呢？什么意思？你觉得夏莹是个可靠的女人吗？ 刚才我在银行的时候，我就看她神色慌张，所以在你和夏莹去取陶尊的时候，我在银行又开了个保管箱。又开了一个保管箱。夏莹的保管箱是120，我开的保管箱是100。最后你不是出去追夏莹了吗？我就把陶尊放在了1005的保管箱。这是保管箱的钥匙，密码就是你的生日，你随时都可以去取。 林乔，谢谢你。快点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师傅，在前面那个胡同顶拐进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 师
进来吧。来了。结果出来了吗？小毛 ，DNA 结果出来了吗？好。远航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们俩是亲兄妹的话，你就不能跟根农再斗下去了。你放心吧，你也要记住，如果结果出来我们不是亲兄妹的话，我会加倍对付他。还有，我不会再见你。丁强在哪儿？那几个人一直都跟着我。我现在在一个派出所里，他们进不来，我也出不去。没事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把陶尊取出来了，现在就去找夏伯清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单独去见夏伯清，一定得有人陪你去。好，我去找陆远航，让他跟我一起去找夏伯清。好吧，你去吧，我脱身之后就去找你。我们随时保持联系。这是蒋教授上午送过来的。